形容古仔啊，氣場好強啦，但其實非常之錫我哋嘅。咁阿峰就投入啦，係啦，佢做嘢佢可以好投入去盡自己能力去做到最好嘅。Jessica 咧就識佢都有好長時間，由電視劇到而家啦，其實幾開朗嘅少女嚟嘅，同埋好活潑啦。我同 DBS 合咗咁多年啦，我哋都有留意觀眾同埋客戶嘅需要嘅，咁聽到佢哋喺網上邊有個夢想，就希望我同阿 Jessica 可以做 Mr. and Mrs. School。咁你亦都用咗呢個 idea， 今次擺咗喺個廣告裏邊去呈現俾大家睇㗎，可以滿足到你哋嘅要求。同 DBS 就合作咗8年啦。其實每年 DBS 再拍廣告嘅時候，其實我覺得都會有一啲新嘅諗法嘅。咁今年就好難得啦，啲網民都想睇我做下殺手。咁今年 DBS 就滿足咗我哋啦，希望我哋今年可以破到舊年成5000幾萬 views 嘅紀錄。我覺得今年嘅Reels 就好真實啦，好生活化啦。Exactly 係將我哋3個嘅日常互動搬咗出嚟。今年嗰個拍攝佢都有好多新嘢嘅，譬如我拍到我哋行紅地毯啦。相信作為一個演員啦，都幾嚮往行紅地毯，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拍對於演員嚟講係 touch 到感動到咯。咁形容 DBS 就好簡單2個字，靈活。因為對於我哋即係成日周圍走啊，又要打理自己資產嘅人嚟講咧，其實 DBS 好配合到我，令我隨時隨地都可以掌握一切。DBS 2個字形容安心啊，因為有星展 CIO 嘅理財觀點，咁仲有唔同嘅保險產品，咁我就可以好安心咁樣去享受。我同 DBS 合作咗都有13年，咁佢哋俾我嘅感覺係好穩重啦，同埋好着重承諾啦，咁令到我好放心，可以將我嘅財富交託俾佢哋啦，等我可以100%專心去做翻我電影工作啦。一路嚟 DBS 同我哋合作咁多年，喺往後嘅日子裏邊咧，佢哋都會同我哋一齊拍住上。想睇更多，立即緊貼 DBS 社交平台，星展豐盛理財，智慧智能，豐盛人生每一步。